itu soal mengenai anini atau tayaan。今天晚上我们的继续学习翻译，今天翻译都是比较简单、生活化的翻译的用语，所以不会很难。所以我们最近都是有很简单的句子做翻译，那不是很熟悉的老师或是同学，那我们慢慢的逐步的慢慢的再把这个内容加深。那目前是有很简短的句子慢慢开始了。一直到比较长的句子要怎么翻？那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下一次那个我们的阿美族语国语。那今天像这次我们台湾举办台湾，所以在台北这次有很多的翻译的老师，不管是哪个，好像这次推了6个族群的翻译老师在现场做现场的翻译。我们阿美族有4位。那个花莲都是花莲的高慧珠老师啊，还有梁美华，还有朱俊义老师，还有我们4个人在参与这次的礼拜6在台北的那个论坛的翻译。那这个翻译不是很简单，当然，我们都尽量能够把它翻成大家听得懂。阿美语变成国语，国语要翻成阿美语。好，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日常生活我们常常所使用的话，常听到的话。那如果是要你说成阿美语要怎么表达？我们先看第一个最简单的哈。最简单的句子是我们会见面到别人家里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这种打搅了。kita upancahi打搅了sana nu holam hawi numita upancah karan iruman tao ni holo ni maan hawi ira caku ngutu numita ni ta招呼打搅了asaan。那打搅了sana nu holam hawi sanu pancahan ni mana ku numita nu pancah。当然mana mitilit我们试试看，你觉得你所知道的词汇里面，把这个打搅的意思写出，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接近就可按很适当的句子。我们今天就是来练习。Minanam kita hau macam tua kumitilitan就是哪一多。好，我们就现在就开始在我们的那个通话信息中，我们在练习。好，已经有人在这个信息里面就打招呼。好，第一声的好，当然们都阿米德里。好，如果不会写没关系，我们等会写的人试着写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内容，我们互相参考然后如果你可以亲自来写一写的话，可以加深你的印象。当然们你迪列达。Masa Pinang numiso cika tatutong liaw na ko asa ang pansalto。万处长好了吗？马上这个numiso。Mitalaga ko tuno kapot. Hai bitutuan no kapot. Acay kapana. Ay raku ay hadin na tahaw asaan. Ay mabana to ko kapot sa kasadakhan. Ay. Ay.
luntahan kaput kisun luntahan ni ay saka namar biasa. Mi pangangan ka ako. 係 Ang tan. 為了演去參很好啊，加，這樣做很好。那要 matua kuno tao. pangangan ako Pansa to, salay. tira sa kanama, tira to kita kaaraw haca. Ay da. 好，我们在7:09，改造已经写好了吗？马上到古尼改造阿米迪利单号，改造当他们你老师上面还有小白呢，上面还有小啊，小白他们小白写的哦，我以为好，好，小白写的7:07哈，哦，一节哦，对对对，我帮你念哈。如果再加一点的话，就变成延长一点。刚我都按这样，刚我都按都也有了，有人就有用语气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刚我都按，刚我都按都有这样的那个表达的意思，就是很不好意思，就有那种礼貌上的打招呼。好，打招你念念看你的内容。老师我乱写的呢。没关系，你就试试看呢。Ira ay hoku maamaan aku tisuanan. Ira ay hoku maamaan. Ira ay hoku maamaan aku itisuanan. 可能不能用maamaan哦，可能我们打搅就是我们常常聊天的打搅是bicara。米扎拉就我们阿美族的米扎拉就是耽误别人的事，耽误米扎拉，或者是阿美族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我们先看别人的，你可以用米扎拉这个意思就是耽误。好，7:09，马爹牡蛎，还马爹牡蛎，你来念念看你的内容，你试试看。对。Mananatsa kupicara turumiat. 还可以啊，manen aca tu bicara tu rumiat， 那个 rumiat 那上面加一点那个咽喉音哈，咽喉音，bapawan su patera itira， 那个 at 才会出现 rumiat。标准的คุณมีโซนวัวันปังจ่ามาใ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าอาณาจักร Jika mau kira apa pamaham, pahosain. Bahai, mama kapurawan, ini kita minanam hao。数学你也写了，数学你试试看，你写的内容是什么？我听你发言。扎拉恩给苏。扎拉恩基苏也可以了，扎拉恩给苏，如果前面加一个妈吼，马扎拉基苏会比较像，马扎拉基苏，扎拉恩基苏，或者是马扎拉基苏比较客气，妈加一个妈，用妈比较好。对，马扎拉基苏，哎呀，你被我耽误了，这样被耽误了，加一个妈会比较好。恩不要，马扎拉基苏，你被我耽误了。好，改造已经修改了。那个前面的可能改造，你前面那个就不用了。改造前面的 ira 爱好，我们都可以省略这个部分。可能你这边要改为，你可以用你，也可以你cara di kaku， 你cara kaku di suanan 就通了。
Irai hoko 可以省略这一段，只要你说你扎拉嘎哥这样，你扎拉嘎哥一迪苏安南，这样就可以通了。所以那个你扎好，拉我等一下。啊，那个不用那个咽喉音，安你不用，只要你扎拉嘎哥可以用你扎拉嘎哥，可以用这样的语气说。修正书写说马扎拉基说对，哎呀，我耽误你了，这样，我耽误你了，他被你耽误了。好，好，改造也修改了。你扎拉嘎古伊迪苏安南啊，就对了，这样就通了。你扎拉嘎古伊迪苏安南，好。还有其他试试看吗？啊，现在他们都写了。除了扎拉，我们还有一种方法代表耽误哦。我刚刚有讲说，除了扎拉以外，我们还有一种表达方法，叫做马巴威尔，就好像你的手被人家这样推一下，啊，干扰你的手，啊，干扰你的手，巴威尔。另外一种这种打脚，这个用巴威这句话也可以。马巴威讲被耽误了，马巴威啊，用巴威也是一种表达打脚的意思。还有人在练习吗？你现在听到我说你也可以试试看，用马巴威这句话来接。马巴威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你可以用马巴威。好，陈莲美，你念念看你的另外一种的代说法哈。小心。Mang uhud kaku isu amataya kanguruan， 哎，对，那个口气。耽误你工作的时间嘛，不好意思，很好，很正确哦。你们那里的耽误是马欧霍，对不对？马欧霍，对，马欧霍，哎，很好。马欧霍。那个后面这句话，我们口语的话也会用腔调表示一种礼貌啊。Kanguruan, maohot aku kiso mataya kanguruan， 讲这是我们的口气了哦，这是阿弥陀的口气。好，你写的很标准呢，很好。莲美，你这个maohot是哪一个地区的啊？这个是哪一个地区的？我看书的嘞。看书的，没有标示是哪里的？是哪？我看书的嘞。我有听过这个话，哎，这是看书的。好，那我们又多了水的一句毛喝，好。老师，你刚刚说那个巴威那个怎么拼？巴威 P-A-W-I-L 马巴威 P-A-W-I-L。巴威也是一种耽误。像刚刚他说的马欧霍也是那个地区的，可是不论哪一个地区的人的一种打搅别人耽误了别人的时间，不要怎么打搅。好，叫做现在我们多了，变成有3个哈，沙拉、巴威。马欧霍也是，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区的语言，或者同学有在练习写写看。我们今天前面几题都是很简短的来写翻译不会很难。好，如果没有，我们就下一题咯，因为这几题都很简单，我们就下一题咯。书写你要选写好就再放上来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也常听的话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做好，我们会脱口而出什么话呢？我们脱口而出说了这种话糟了，完了，这样，糟了，完了，糟了，完了，asan mana tayalan nurut 糟了，完了，asaan，当然是做不好。这个pancal anitayalan， 好像很难完具了这件很难完成的这件事情，糟了，完了，asa kita makun minta upang ni tu imi nunini 糟了跟完了。Matengin numita kumatini ay swali orip hawi. Sa nupang sahan ni mas mansanay kumita upang sah tumatini ay swal no holam tu 糟了，完了，你不能直接用中文翻用另外一个意思表达，用另外一个意思来表达。Hakatutuy kuno holam amitilitan sa lupang sacekan kuno mita pipa para toh papinang to na palutso anutiran amaman kuno tayalan nutiran。想到了吗？苏贤在解打脚的米巴威尔，对了，米巴威那个拼音是对的那个拼音是的米巴威尔打脚。好，继续写我们这边所出现的这种糟糕了。完了，糟了，完了，那把它的意思表达出来，这个不用看中文的那种字幕，用意思来回答。我们可能还会糟了，还会加一个中文叫怎么办？这样怎么办？就会有这种意思。糟了怎么办？事情搞砸了，糟了怎么办？完了，这样往这个方向想，就是我们阿美族的表达方法就可以了。好了吗？有人想到了吗？你觉得怎么说？改造7点，改造写出来了。我们改造，你说说看。早先跟你说改造米地里单说，我都乱写的你敢写就不错了，敢写就好了。Awak itu ku hahanan aku. Awak itu ku hahanan aku. Awak itu ku hahanan aku. 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我没有什么可以这样的啦，我没有什么可以这样的啦，我就是没有办法了。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这个hahanan是这样了，我已经没有可以继续完成的意思了。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已经搞砸了，做不下去了啦，搞砸了，做不下去了。
这赖，你是英文拼音吗？这赖好，7:23，你说说看你写的，我们要练习自己拼自己手写的哈。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拼音的地方。来，你来念念看。首先，我也是用我的想法来写那个。你试试看，那你怎么说？就是阿瓦多曼的那扎。也很接近呢。那个很接近，阿瓦多，没有咯。马能那扎，马能那扎，这样也像啊。这样也是可以啊。也可以啊，在我们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发出的声音，对不对？自然也是一种自然表达。谢谢老师。这样拼对吗？可以了。这样有可以哈。也可以。谢谢老师。拜拜。你是很直接表达的那个感情。是比较简单。然后后面什么的那扎是对不起啦，这样。谢谢。好。没有绝对。老师，阿扎要分开吗？也马安嫩阿扎，那个阿扎也可以分。马安嫩阿扎，马安嫩阿扎放在把它间隔，马安嫩阿扎，把它分开。好的。谢谢老师。处长写好了。老师是马安嫩哦。马嫩阿扎就是简口语化叫马嫩阿扎，如果你要书写的话，马安嫩阿扎，这是用文字书写要这样完整。那口语化，马嫩阿扎也是口语化的表达。如果你要用文字写出来，你要很完整的话，马安嫩阿扎，马安嫩阿扎，所以你要用书写要把它完整。你现在写的是口语化。好，我们看处长写的糟了怎么办才能？哎呀，少都后面呢？对，蛮哈多讲怎么办呢？sana matamak kira 处长，matamak na味道。Mahaan kung ihangin na这个Sabina这个Habina kutaya这个mamalah cika cilaci。处长你念一下，用你的感情表达aman aku misopi sausi。Ayah sao maan hanto， maan hanto。maan hanto。Ayah sao maan hanto。蛮很多，那个要看情境了。对呀，那时候看情形，在那个状况就有那种感情。哎呀少，蛮很多，蛮很多对。你ngadoh，这样拼对吗？ngadoh。Sa osin ko may sumitilitan na rin. Anaya, awato kita. Awato kita. Tama to? Maan ko numataas. Papian带亲戚awato kita. 就是老人家的口气awato kita。这个阿嬷常常讲。对，你看，就是老人家的一个口气，你都有听到啊。可是呢，Anayat 会想是 Anayat 吗 ？Anaya。那 Anaya 的话，那个 D 就可以省略掉了。Anaya 没有，你如果按照这样写的，我拼的话是 Anayat， 这边 Anayat。好。那个 D 拿掉的话，你可以加2点，变成长音。Anaya 加连长音都可以。好，改一下。好，嘎照你写什么？嘎照你拼拼看你写的内容。我模仿处长的。模仿。Wada ma'anento。Wada ma'anento， 对啊 ，Wada ma'anento。可能事情搞得很杂了，
很大，所以瓦大就是表示说那个东西蛮大的才会瓦大，事情很难处理了，自己都觉得无法应付了，那怎么办呢？还把更正我都马嫩，好，你那后面更正的后面不对哦，你再修改一下，马阿嫩阿扎马阿嫩，你把这个 a 少一个 a， 马阿嫩又多一个呢，好。那个呢改马啊的后面再加一个马啊呢多一个好，我再跟这个，谢谢老师。少一个多一个呢，还好这边anaya awatu kita， tama正确了，修改正确了。这个老人家的口气，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常听到的。嗨，然后kata nai hao， 还有我们今天多练习几题，我们多练几题。没有表那个练习在上面的，去看看别人怎么写哈。你可以做下你的笔记，也可以成为你的笔记参考别人的内容。好，都好，我们接下去哦。我们这些都是蛮简单的生活用语啊。来，接下来是我们口语化也常说哎呀，你别得意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连美。哎呀，把绕多基数，把绕通常是都是一个纠纷呢。哎呀，把绕多基数，哎呀，你找砸了，把绕，我们所了解的绕是纷乱、争吵。哎呀，把绕多基数，还是你自己你慌张了，你慌了吗？连美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因为绕是乱吵。我的意思说，你来乱，你来找茬，你来乱这样。你来乱哎呀，你来找茬，你来乱这样。你这样咪，这个八的前面加个咪。哎呀，咪八绕，我给它加一个八绕的前面加一个咪。你来捣蛋的哦，你是来捣蛋的哦，你是来捣蛋，前面加个咪。哎呀，咪八绕都给收，那你就是加一个咪就对了。好，谢谢老师。真的，你是来捣蛋的啦。好，更正啊，都马安能阿扎对，好，这样就对了。好，现在我们进行到第三个，别得意。那个别暂时不要想着得意，我们通常阿弥陀很得意要怎么说？有时候很满足，也满足。或是对你很有信心有他在就好了，讲对那个人就会有那个感觉。那我们的别得意，得意，先从得意想，然后再下变成否定的话，先得意这个词先想，然后再加否定。
哦，出来了吼，很好，很快的呢。Akapahmak， 对，不要那么爱现不要那么爱现。Akapahmak， 这写的不错啊，你也没改对了，来加一个咪，正确了。哎呀，咪巴绕绕多基数，好，改造。Akapihaan，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Akapihaan，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Akapihaan， Akapihaan 也可以，Akapihaan。老师，你麦克风关掉了。好。Pahamak 也是一种爱现，还有一种很得意，也可以满足，很满意，得意满意，然后前面再加否定。Akapihaan 以外，不要这样了。改造你的意思只有这样，不要这样。处长也放上来，然后苏璇也写了阿嘎。苏璇不用阿嘎嘎，阿嘎嘎，你可以加阿嘎嘎，前面再加一个巴。阿嘎嘎巴生能，巴生能，阿嘎嘎巴生能。或是阿嘎巴生能也可以。我改一下。改为巴阿嘎巴生能。多一个阿嘎巴生能，要加嘎吗？加一个巴。你怎么想到这句哦？一般都不会想到巴生能。阿嘎巴生能也是一种那个炫耀的意思。好，处长你，首先我们说处长嘞。Akaho ka atsangku ayaw. Mangudo to tao. Akaho ka atsangku ayaw. Mangudo ato tao. Kasi akaho pipaseneng. Mangudo ato binauran. 还有人比你强啊！高巴神能，对呀，书写那个神能可以用啊，高巴神能啊，高个阿张，啊高个阿张应该有。你再说一次。哈，你哦。刚没听清楚，是你说要加一个巴，啊嘎嘎巴神能。加一个巴，好，去炫耀，不要去炫耀，阿嘎嘎巴生能，不要去炫耀了。然后，改造开始阿嘎比萨伊拉伊赖啊。Sa ilai
依赖也可以，很了不起。你不要那么了不起啦。Maka bisa ilai-ilai, bisa ilai-ilai, bisa ilai， 那个 y 第一个 y 可以省略，你保留最后。好，我改一下。ilai 讲就可以了，不要那个很了不起的样子，这样很拽，你不要那么拽了。我们国语就很拽的意思，你不要那么拽。Maka bisa ilai-ilai， 好像很了不起这样。那个 y 第一个 y 可以拿掉，可是好像不是用 ao。Maka bisa ilo。你那个不要用 R， 要用 L 就可以了。Maka bisa ila， 可是我查字典好像写 R 呢。用 R， ira 讲 sa ira irai， 只有一种吗？我们习惯怎么没有是 R 呢 ？sa ira irai， sa ila ilai。我们的平常念的苏诗还是怎么样？还是地方语言？可能是蔡宗涵的字典呢。那个马兰哦，那个马兰，蔡宗涵是马兰。Bisa ilai。好，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地方语言，我们这边也是讲撒伊来来。撒伊来是 L 啊，你念的是 了还是了啊？不会是了。对，你用了或者变成撒伊拉伊来讲，撒伊拉伊来。我们这边的撒伊拉伊来讲。对，我们也。你们也是这样。是。老师，我问一下，那个依赖是日语吗？还是阿美语啊？好像日语了，汪处长是不是日语啊？介日，介词啊。依赖是了不起，了不起哦。对。哎呀，好像是这样。骄傲，对啊，不要那么骄傲。炫耀，很拽的。夸张都算。这是依赖啊。好，骄傲，撒依赖，骄傲，今天就做了好多的单字哦，只是为了别得意，就出现很多的单字，很多那个生活当中的表达的方法。ada haiku sapi faritu ni别得意sanai aswal， ilah ko minana mai hao， ilah hao。如果没有的话，把这些几个代表的那个词句、形容词如可以把它记下来。好，第四句咯，我们在第四句，我们开始一些的一些短句了，一些短句，有些人称有些人称，你看就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中文会这样，中文才会说你很体贴，他很体贴，体贴。我们的中文的体贴跟我们阿美族的哪一句话是接近？体贴跟我们阿美族哪一句话是很接近？体贴，你看看他的行动，常常会为着别人顾虑到别人，为别人着想。这种态度，差不多是体贴。那从这样的想法去看，那阿美族会用哪一种话来表达这个体贴？老师，我可以用讲，我不能写。为什么？你有手机啊？因为我在外面啊，
我在遥远的故乡。麻烦nak pakai ayau Cira。pakai ayau。对。Liawan Haza Liawan sama 慢一点，来。麻烦nak pakai ayau Kamianan Cira。pakai ayau。pakai ayau 就可以了。pakai ayau 就好了。不用pakai。ayau 这样。麻烦nak pakai ayau。对。好。不用pakai ayau， 麻烦nak pakai ayau。好，谢谢。ayau， 写得很好哦。感谢您。旅游愉快。谢谢老师。ayau， 对，ayau， 很懂得为人体贴，常常为别人设想。好，我们看嘎照也写了，嘎照首先我们第一单都没说。Pang-ayan ningla kaku. Pang-ayan ningla kaku. Pang-ayan ningla kaku. Pang-ayan ningla kaku。你的中文意思，如果翻成中文，你还是比较接近什么？我被他照顾得很好，是这样吗？对，不要用巴咯，你用沙。你用沙就被贴切哦，不要巴，用沙。用沙 ，OK， 好。看会感觉就不一样。他特别的照顾你，他特别的照顾你，他特别对你很好，所以要用沙会比较接近。你修正完了，你再念一遍看看，感觉是不是不一样？上阿燕宁拉嘎古的。对了，感觉就会上阿燕宁拉嘎古，他特别对我很好，特别为我怎么样的？上阿燕。那你去这边，如果说按这个题目说，他体贴我，他体贴我，他对我特别的体贴。然后kun miso na palusuan amasawanan kun miso api palit na 体贴 asanay。处长，首先个秘书阿嘞，麻烦那秘书罗都巴罗做Cira，秘书罗是顺心呐。对。心比较顺着妈妈的话，顺着爸爸的话。对呀。这也是。就是体贴了哈。对，体贴的意思。不要惹人家生气。不要惹人家生气，趁一切都顺别人的意，很顺别人的意。Cira， 好，很顺着人家的意思，顺着人家的话，顺着人家的心，也就是有一点点因为人kadodo真。rumah azamikado to soal to follow to anu tao 不会帮助别人 kadodo sananai todo sananai 所以另外一个话讲 kadodo 顺着这 kadodo 顺着去做这 kadodo 还不错来 Makti 首先 komisare apa ayaw to na palusuan Cira？对呢吼，你麻烦那kisah mitilit kina kati。Nalulong kumitilitan ng miso
So minanamay to kamunan wa hayaw ay amala sinsi. Ai pancal kaput kisut tinini malau sinsin no tehe halumane sa kapana. Mapana kisun mitili. Mapana kina balot hai. Minanamay ka ko. Hai pancal to patehe kita ananto. Hai. Macafai kita anto. Hai. Hai macuaca. Hai pancal mitili tan semua mafana mi 那个是不是少一个 he， 少一个 mi he nom 好了，我下面更正。mi he 少一个 e 哦。对对。少一个 mi 哦。我改地斗来再念一次啊，它的蛮很深的内容。我翻那把要多那法鲁做安吉伊拉讲，跟那个汪组长第一次写的那个 misolo。那法罗做安达欧no吉拉一样的心意，他很为别人着想，也是拔腰，翻那拔腰这样。好，处长已经把它修正了，加了一个 I 了。好，我他妈都首先啦，处长。嗨，麻烦那阿米黑诺吉拉。哦，很会安慰。是慰问、安慰。就是很体贴的意思。对呀，看到人家有一些的那个，就赶快会过去用话语去，你黑弄嗨，你黑弄，有这种人都是很体贴，很会别人在，很会观察别人的需要哦，你会观察别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所出现的麻烦那啊，你说都发露做金拉、吉拉啊，或者是嘎地都写的麻烦那啊，把爱要都那发露做按吉拉，对，或是处长另外一个写法是麻烦那啊，你黑弄吉拉。老师有一点那个米索罗是不是有点原谅的意思？也有啊，顺着啊，也有原谅的意思在里面呢。说还有那个包容我，说罗任嘎哥神原谅我的意思也有在内。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有一种比较顺的话，在你嘎多多讲，嘎多多。也是顺的意思。好，然后好，下面一题会更简单，你会越写越来越顺啊，比较很白话可以写得出来啊，不再用那个意境和什么体贴，这个我们要很用想象力很去想，后面这个都比较白话而已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写得很快。好，麻烦那阿米surat， 对，原谅啊，吉拉，还有他们都处长 surat， 麻烦那阿米surat。好，处长又写了一句哦。处长又写了一句阿里萨，首先呢，处长，麻烦那阿米苏拉尔吉拉哈，那个米苏拉尔是退让啊、谦让啊、体谅哈，就是不会抢先，不会抢先，都是先让别人，让别人啊，很谦卑、很谦顺，会体谅别人，对，米苏拉啊，前后那个 ra 再加 ra， 米苏拉，好，然后后面是米地利代号，好，我们就下一题了，很白话哦，很简单，你很快可以写出来哦。我现在写的越来越简单，不再有那么要用想脑筋想很久。你看了第五题，我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句子，你马上就可以写得出来。我买房子，
我买房子喽，我买房子，可以马上写哦，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现在我们慢慢要完整的句子哈，一般生活当中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们很简单的句子开始。我买房子，买有不一样的买的说法，像我们马泰安的米扎盖，米扎盖，还有的地方不叫米扎盖。先要买，先写买哦。我们的语法结构就是这样，先买什么？哦，你买什么？买在前面。买在前面，先讲买，然后再接下去。然后前面的次序不一定了，但是一定先讲买，然后买我房子还是买房子我，还是买我房子或是买房子我也可以，但是第一个一定要先讲买。好，嘎招，来，你说说看，你念念看，你写的这一句话。Mi aza tu kaku tu rumah。哦，mi aza，哦，你第一次少一个咽喉音哦，mi aza tu kaku tu rumah。你那个豆就是已经买了嘛？对对对，我已经买了房子，这样就对啊。你加了一个豆，就是已经买了房子。啊，苏璇也写好了，苏璇你来念你的句子。Mi aza kaku tu rumah。是吗？ Mi aza kaku tu rumah。啊 ，mi aza kaku tu。你那个妈，因为你加了点，你要把那个音也要把那个点表现出来。rumah那个啊的 rumah 这样 rumah。mi aza kaku tu rumah。对 rumah 啊的感觉啊 rumah 这样。mi aza kaku tu rumah。对。好，处长两句怎么样？好，处长你念一下来，你写的慢声的跟他弟弟来说。Micakai to kaku tu rumah。micakai 还有一种。mi aza to kaku tu rumah。micakai 跟 mi aza 是一样的，都一样。就像我们那边都叫 micakai， 有地方叫 mi aza。现在处长已经在开始用这种那个咽喉音，那个喉舌音啊。处长现在开始用到喉舌音了，因为 mi aza 是轻又短的音，所以要用的那个喉舌音 mi aza 这样轻又短，所以两个符号出现了，一个是咽喉音，一个和喉舌音。好，米哥也写了一句话哈，阿里米哥，这里猫给说少些恩哈。Kako。係。係。這里貓少些呢，我們弟弟帶你說。Micakai kaku tu rumah。係，micakai kaku tu rumah。係mata-mata。係mata-mata，我個。kaku，好，那个我们还不要求那个喉舌音音哦。好，谢谢莲美。係少些咁咪說蓮美。micakai kaku tu rumah。係micakai kaku tu rumah，好。
多买几件哈。Micakai kaku tulumak， 对，那么多，就是很简单哦。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就要休息一下哈。那等一下我们要速度加快一点哦。我们专门就写这一类简短的那些句子。好，Micakai kaku tulumak， 就是生活当中都会说的。好，如果还有人写长，再写一下，我们就要先休息。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的，我们接下来都是写这样简短的句子，有人称你我他有人称你啊我啊他呢，或是谁好，dilihat kisah dilihat hao han kita to 10分钟。我的把婚韩国名。刚才我们是学的是我买房子，还有多米达。下一题也很简单啊，简单也很简单，看看哦，很简单，不要怕。你看我们生活的我借钱，简单说我借钱。先讲借这个字，先讲借，然后借我钱，或者借钱我，按照语序是借我钱，或是借钱我。那你试试看怎么写，才合乎我们阿美族的那种说法。Hai dilihat honita nam hao, samanan kumitan upang sah masukai mas tam misah tu acing lau a. 我借钱啊，很holam anu mitai samanan mita semua在教过我借钱sanai。哦，书写一下子就写好了。哦，借我钱。哦，对了，先讲借。还书写，你来念一下你手写的内容。Micalau kaku tupai su。哦，对对 ，Micalau kaku tupai su。对，这语法结构都是蛮正确的啊，大概语序也对了。就这样写 ，Micalau kaku tupai su。前有，接着有百数，也有什么百计啊，有比大。前有百数、百计、比大。就很简单的这样一句话啊，我们做生活当中会说的话，你可以动一动手，把它写一写啊。还好，8点14分，请Andy，你是说看，你念念看你所写的内容，一样没关系。Micalau kaku tupai ji。Micalau kaku tupai ji， mata-mata。Micalau kaku tupai ji。Micalau kaku tupai ji。Micalau aku tupai su。Micalau是被人家借，Micalau是被人家借哦。好，改造也写什么？Micalau aku tupai su。没有，不要用妈，你的钱是被人家被借了吗？我是主动跟人家要钱呢。哦，好。你要用主动跟人家要钱，不是被动，所以你用妈应该是咪。好，处长你来找先人提例在那边说。Micalau 啊。谁？哎呦，mulala哈。
mi sakuiti 但是 ma sakiso 米扎六嘎古多比达，hai 白素白吉，hai 米扎六嘎古多比达，白素白吉。hai pertama tu masadak tu amin hai kate 米达达嘎古多白素，也是一种说法了，借债、欠债，达达，有债了，给自己一个债啊，达达，kalau lungkun miso hakami， Misalnya itu vananu mata asai. Hai macam so kita cat ninanam usuan mata asai kita minanam kira usuan minta kinian. Hai minta tah. Hai. 改造修正好了，你说说看。等一下，我在看，好有看到米扎六嘎古读白树。哦，对了，杂六一定要讲米杂六啊，马杂六是人家借你的钱才是妈。好，子琪。米杂六嘎古读白树。米杂六嘎古读白树。老师不能用古是吗？哪一个？就米杂六嘎古白树。不是古，不一定古，不是这个时候不是用古，用度。因为是你要借的东西就是钱呐，钱是被借的，对。好，了解，谢谢老师。你要借的东西是钱。好，谢谢老师。好，很简单哈，好，我们就尽量快哦，越简单我们就跟不上的你就跟着哈。我借钱，先讲借这个字，然后再讲我，再讲钱，或者是先借，然后再钱，再是我，这是我们讲话阿美族的一个语系。好，第7个，来，学生在读课本呢，我正在读课本，我在念课本，我在读课本。课本怎么说？我先讲读我课本，或者读课本我啊，这是我们语序。先讲读，然后再说我，然后才说课本。那我读课本，我念课本。是读，不是看，是读，或者是念。我念书，我看书跟念书啊，我现在是读或者念啊。课本也是书，书也是课本。那个早来乌8点17分，你的米扎六嘎古多白鸡，你不要用那个咽喉音，后面的鸡那个不要点，还那个鸡不要点白鸡，除非你写那个咽喉音可以，像眉毛那个可以。因为这个跟那个我都一直搞不清楚要怎么用。如果是现在你点的是，我念给你听，白戒讲白戒。如果你用那个眉毛的白戒讲白戒正确，白戒是短音。嗨，阿来信息。好，书写学好了，请书写读一下你所写的。米迪利嘎古啊，米迪利写字哦。米迪利通常我们是写字，我们现在是读或是念，读和念。现在米迪利我的意思是写字。好，汪处长，马尔多来，首先
哦，你要借钱哦。哎，首先你处长第一单说，我给你8:20。米查六加古多拜说已经过噻。哦，我在银行借钱。啊，现在有借钱向谁借？对象还对。我出的题目没有加银行啊，银行用的这个是外来语的介词哈，经过，銀行就Pizariwan to pita. Ay, masadak to ko ni Kati. Ay. O sino ko nito? Miasip to tatilitan kako. Miasip to tatilitan. Kako. Tatilitan. 如果我的话不要加打，我直接说 delete。delete 哦，还有这样。我 miasip aku to delete， miasip to delete aku 就好了。哦，来，kako，好，反正都。不然的话，修正的那个。2问号。不然的话，我们用主达，也有地区叫主达 ，miasip aku to 主达，miasip to 主达 aku 这样，或者是 delete。delete 跟主达意思是一样的。麻烦那个。好，子琪，你写好了，你来说说看。Misa osi kako tu zurat。misa osi 也对，misa osi 也是一个读的一个说法。kako tu zurat 来正确 ，misa osi kako tu zurat。有些地区少系是数算东西，可是也是有些地区这个东西是来念的意思。有的地方说我要读，也叫你少系。书选修正好了，改为你念念看书选。Misa osi kako tu zurat。对了，可以了。那个主达跟 delete 是一样的，有人说 delete， 有人说主达。好，处长也写了一句，我读课本。我来帮处长念一下，这个比较短哦。Mi asip kaku tu judat， 好 ，mi asip 跟 mi saosi 是一样的意思，mi asip kaku tu judat， 我在读书，我在读课本。好，那个嘎地修正好了。Mi asip tu delete kaku， 好，mata-mata。semua tentu aku有好。我们再换题目了，也很简单，我们尽量快。我们现在开始书写要加快，很简单。我们口语说小孩子常常说他打我，我们常常笑我们自己原住民表达的方法很奇怪，他打我。他打我，我们常常小朋友会犯错的一个说法。那我们把他打我说成我们的语言，三路邦扎汉他打我喊什么打？他打我，也是一样哦。先动词先写。动词就在中间，打要先说，比如说他被我打，他打我。
葛照已经写好了，葛照你读读看。首先那么第一段那么说。Mi perlu cingla takuanan。可以对。Mi perlu cingla takuanan。Mi perlu cingla takuanan。Mi perlu cingla takuanan。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那个凯明牛，我们会加一个一在前面。像我的话，我会说 Mi perlu cingla i takuanan， 我会加一个一。Mi perlu cingla i takuanan。对，处长也写这样的。首先没说处长最标准的第一单说。Mi perlu cingla i takuanan， 那个 cingla 是我们封兵的说法。对啊，跟 cingla 都一样。都一样 cing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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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好，这是有一个一在前面，对，改造已经把它修正了哈。我帮你念 Mi perlu cingla i takuanan， 对。好，苏贤，你来练习念，我不要帮你念，你自己念。Perlu cingla i takuanan。紧拉不是紧拉，紧拉。你把路紧拉，不要说紧拉，紧拉这样。你把路紧拉一大过难，好，子琪，念一下。老师，mistake 有什么？也对，也是打。可是它是有好像用的什么东西比较细一点的东西来打。Mesti ai mira i takuanan。好像mesti，我们比较不会说mesti。通常我们说mesti，那个过程都是妈妈拿一个棍子来打我。他打我的时候可能不会讲mesti。就打出你什么什么。你是通常有带一些竹扫把或是竹子这样，是电你那个勾绳啊。这里他打我是很普通的打，就是拔路啊什么。拔路是弓呢？是弓是拳头。好。你是弓的都是拳头。拔路通常是手掌这样打，手掌这样打拔路，或是怎么样。你是弓就是拳头了。mesti 就是拿那个细的东西来打人。好，kate。Mata-mata。你首先说。Mapalu ni ira kako。mapalu ni ira kako， 他打我。mapalu ni ira kako。Baca doa amahan。mata 也痛啊。也痛哦。他打我也痛啊。mapalu ni ira kako， 他打我，我背了。这里的意思说变成是我被他打一样的。被他打。mapalu ni ira kako， 我被他打。那个是多了一个被吗？就不一样。mapalu ni ira kako 的意思是我被他打，也就是他打我。用妈的时候通常是被谁打？用咪的话是那个人打你，主动打你。咪巴洛，他动手打你。妈巴洛是我被他打，所以妈跟咪的感觉就在这里。所以阿咪主很有学问呐。咪跟妈就不一样。好。Ano sungguh kinane mas mata-mata。你这个 mata-mata ada sanu pancahan， ada susung， 我变成说我被他打。我被他打。对，我被他打。好，还我被他打。mapalu ni ira kako， 我被他打。
哎，处长写了这一句来，很多2种说法。来，首先呢，处长。这里还有，跟那个打的方式，有的有用工具，有用徒手，有的用拳头哈。这里马巴路是被打，比较广泛哈，泛称。马斯蒂的话，一定是有那个用具，那个教鞭也好，或是那个竹子很细的，还是藤条哈，都是哈。那马斯贡哈，就是用拳头。对呀，马斯贡所以那个打的方式很多种啊。对呀，请参考了，谢谢。好，那么多。老师，咒怎么讲？咒嘛，米斯贡是拳头打你叫米斯贡，是贡。所以咒也是用米斯贡哦。米斯贡是用拳头，叫米斯贡。那你被你拳头打就是马斯贡。这个马巴罗、马斯蒂、马斯贡、尼拉嘎古，我被他打，用什么打？用拳头叫马斯贡，用竹子有用具叫马斯蒂。马巴罗是比较广泛的，被打。好，子琪这里讲的用衣架也是马斯蒂啊，对呀，它是细的东西。细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 mastek no 衣架 mahal sa pawali 或是 sa cait tu futoi 还 mastek 是对的，衣架还好，都好，好。那个在看的、在听的都继续听他们手写，去看他们手写的内容哈。我们再下一句哦，这个跟原住民很有关的哦，很简单的一字句子，来你看，我抓猪，先讲抓这个字，这几个都很简单，我们到第10题都是这样简短的句子，一下子可以马上就可以写的句子。好，搞糟那个 emik， 好 emik， 这样对吗？我念 emik 对吗？你念念看，你写的是emik， 你念念看。米泽不嘎古多提用，还好没有用。利用利用也是猪的一种嘛，有的你们叫山猪是家猪家里养的叫迪用。嗨。好，那个你第一句是跟我们的不一样的抓法，我们的这不是扭干衣服的扭字叫米这不，你们的抓叫米这不。你就是确定吗？是。你们这抓叫米这不到。对。不要，我要顶。好，因为我们这里的米这不是扭干叫米这不。我现在有好多影片哦，我可以列下。我们是了解一个同样的字，可是不同的意思。好，嘎照你写的是。米阿索嘎古杜发挥，打猎那叫米阿多巴，打猎叫米阿多巴。我现在是抓而已，我要你表达抓这个字。你阿多是打猎啊，
我查一下字典，查一下抓怎么抓怎么说。我们来看看前面哦，我看看谁这里跑掉，我们看看那个谁哦。好，连美，好，连美，你念念看你写的字哈，首先呢，第一单数。Mirber kakutu fafui。对 ，mirber 就通常我们这边 mirber 就是抓啊 ，mirber。还有 mirber，mirber 也可以。你 mirber 有人叫 mirber 啊，跟前面那个不一样，跟那个谁 ，imik 的不一样 ，imik 的是 cepat 啊 ，cepat，lebat。lebat 跟 cepat 啊，lebat 还有 lebar 啊 ，lebar，lebat cepat 啊。他又讲了一个猪叫迪用啊，迪用我听过迪用，有人他们有分山猪跟家里养的猪，迪用是家养的还是山上的猪？那个 imik， 你说迪用是家养的猪还是山上的猪？迪用是家里养的山上的是山上的猪因为我们没有分，我们通通叫法会山上的猪我们会再加一个鲁多盖法会这样。好，米勒贝嘎古多法会好，好，处长写的是我抓猪。你是用mirbat kakutu fafui 你看又见了一个，刚刚是 lebar， 现在 lebat 我们看嘎的都是 mirbat 嘎的。mirbat kakutu fafui。mirbat kakutu fafui 好。那个处长是用 mirbat mirbat 都对了，有些时候都是部落地方上的语言的不同。好，下一句咯，起码等到8点36分，36分3点。mirbat kakutu fafui。好，mata-mata mirbat 好，我这边一直注意这个抓这个字，很多地区的人说法不一样。现在处长特别把它分析来，我们来看看处长写的分析了3种不一样，我来念哈。它第一个叫 rebat， 第二个叫 lebar， 第三个 cepat 刚刚有一个地方叫 cepat cepat。这3种比较差很多lebar lebat 那个是 rebat， 还有一个是 cepat。好，谢谢处长你的分析，让我们更了解说目前我们对抓这个字的说法。苏贤你来试试看你手写的内容。mirbat kakutu fafui。好 mirbat kakutu fafui 对了，你的弹舌音也越来越清楚了。好，嘎照。老师，抓人也是用这个字吗？抓人 mirbat 也是一样，抓人也是 mirbat 啦，警察抓人的也是 mirbat， 还有另外一种啦，警察抓人的，嘎照把它改 mirbat kakutu fafui 对了。好，子琳现在子琳有写了现在子琳有写了，子琳你念念看你手写的内容。mirbat kakutu fafui。mirbat 跟刚才那个谁写的一样 cepat 好阿瓦多好，我们下一句咯，我们会越来越快因为这些个都是很简单的句子，我们尽量快，然后慢慢的加深一点的。好，
你好，第10个哦，看起来只有短短的嘎造放牛哦。如果你要变成阿美语是蛮长的，你想想看，为什么变很长？因为放牛不是把牛放掉而已，不是那个意思。嘎造放牛的意思是，那个放牛不是让那牛放它出去而已，它的放牛是有另外一个意义。嘎造放牛，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去放牛。我们去放牛是干什么？不是把牛放出去就好了，真正的意义是养它，给它吃东西。所以嘎造放牛要变成我们的语言的话，要怎么说？嘎造放牛，我们小时候都在放牛。那放牛那件事情是在做什么？苏选还没写完哦，苏选，把个恩几个招，还没写完哦，还少，还有一个寿歌没有写出来，你要给谁吃？对，把个恩几个招都太快了，太快了，对。你念念看。巴嘎恩一个招杜古隆。对呀，巴嘎恩喂羊，嘎造牛哦，对，喂羊嘎造牛。巴嘎恩一个招杜古隆，嘎造也写了，嘎造你来念你的比较长哦，来你念念看你所写的内容。Pasatak jika kau tukulung apakah ento lengus 是这样吗？也对了，你特别把那个放也把它也把它表达出来，就放牛吃草了。你现在讲说放牛吃草，Pasatak jika kau 对，就是这个翻译。对呀，放牛吃草就是 Pasatak jika kau tukulung apakah ento lengus 这样。有人工也叫做我们叫做什么有些地区称那个野草叫人工，我们那里叫什么巴扎达吉嘎造多古隆巴嘎恩多什么这样。你这里的很我们常常说的放牛吃草。好 ，Cindy， 来你写的一句，来把它念念看。巴嘎恩杜古隆吉嘎造，很好，简短又明白。老师这样可以，这样也可以，是不是？这样可以啊，已经很明白，就是说你去干，你就是要去喂牛了。放牛的意思是喂牛。嗨，来谢谢。我们去放牛，就是去带牛去吃草的意思，就是喂牛去吃草。所以简单的说，把干的咕隆几个招这样。就说人家问说嘎造做什么？嘎造去放牛，那就我们说嘎造做什么？咪慢几嘎造，我们就说把干的咕隆几嘎造，这是一个回答，也是很完整了。好，然后好，下一句哦，比较有趣。还有没有人在写？没有，我要放这一题哦，比较有趣一点，好看哦。嘿，我说猴子爬树，
先讲爬这个字，先讲爬这个动作啊，然后再说猴子和树的关系。你这样想，先讲爬，然后讲到猴子跟树的关系。那谁先讲树呢，还是先讲猴子？那个猴子有些不同啊，有些地区猴子的说法不一样啊，有的南北不一样。还试试看，tanaman kuninnya dilipat猴子爬树，猴子爬树要怎么说？Oh, sarakat si Kati, narik tu kuni Kati. Kati, sausian dan mitilitan so. Mikalis kulutong to, Mikalis tukilang kulutong. Tama to, Mikalis. 你看，原来我们小时候常常用为了采槟榔也是Mikalis，我们是Mikalis打一针，Mikalis，那有些地方不叫米咖喱粥，叫爬，有的地方不叫米咖喱。好，处长，你写的是米咖喱都基朗古罗洞啊，你跟那个改地的一样。我现在讲的是罗洞，有些地方不叫罗洞，叫什么呢？叫做。除了罗洞以外，还有一种说法称那个猴子叫无爱。无爱哦，无爱是吗？你写写看。除了无爱以外，还有一种。老师，我就是不能写呢。哦，你是哦，无爱是不是萨基拉亚的啊？我没听过。无爱哦，对，我不能乱混造阿美族。对不起，萨基拉要乱讲话。哎呀，无爱应该是萨基拉亚叫猴子叫无爱，那个南斯阿美称猴子叫做什么？有没有南斯阿美的那个称猴子？他们有一种说法。叫沙鹿。哎，对，沙鹿。哎，叫沙鹿，什么都叫沙鹿啊！谢谢米粒，叫沙鹿。好，子琳，你念念看你写的内容。哦，卡蒂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沙鹿。你可以这样说吗？你咖喱多动，你爬在哪里还少一个东西哦，在哪里？哦，树吗？树。对，你树没有讲出来哦。哦，少一个树。好，改造。首先，komite那么说。Mikalis kukulung ifafaat nukilang。是古龙吗？lutung。那你会爬树？罗洞啊，不是古龙。首先他在你聊首先。Mikalis ku lutung ifafaat nukilang。哦，也可以了。
爬到树上，你加一个发的树，给它是爬到树上哦。蠕动爬到树上啊，猴子爬到树上啊，你再发no 给浪。好，刚刚那个谁，嘎弟讲的是叫什么？我忘记了，叫做沙路啊，叫沙路。好。这样。好，苏璇，你写的是，苏璇，你念念看你的内容。米咖喱咕噜咚嘟吉浪。嘟吉浪啊，对，可以简单扼要就达到那个属猴子爬树了。一密来，你念念看你的内容。米咕沙布咕拉鲁动嘟拉吉浪。你现在第一个字就是爬的意思吗？对。哦，你看又有不一样的爬的方法，叫米咕达布尔，那个日哦布尔哦，米咕达布尔，咕拉罗东杜拉吉浪，那个猴子爬那棵树哦，那个猴子爬那棵树。现在爬多了一个爬叫米古达布尔，米古达布尔，我们念过呢。米古达布尔是爬的意思。好，米古达布尔，多念几次会熟悉一点，因为我没有听过叫做米古达布尔是爬的意思。那还有一种爬是。一直没有人写，另外一种爬在我们在爬的米盖亚盖讲，还有一种叫米盖亚盖，我们称爬也叫米盖亚盖，我们叫爬叫米盖亚盖，米盖亚盖咕噜咚都吉浪，米盖亚盖咕噜咚都吉浪，所以我一直讲说爬也有叫米盖亚盖啊。好。老师，嘎牙盖是桥的那个。对呀，那是桥啊，对呀。有人说嘎牙盖是桥，那我们说嘎牙盖是爬，还有一种爬。其实嘎牙盖，我们的嘎牙盖是吊桥的。好，萧俊宏萧俊宏老师，请问可以说一吉浪也可以啊，在树上。那你整句话也要把它变成一句，我们才可以确定行不行？米盖亚盖咕咕隆，米盖亚盖咕噜咚一吉浪也对，在树上，那个代表是在树上，所以你这样写，你说用一吉浪是可以的。好，我看一下那个萧俊宏说的，一吉浪是。好，小俊宏，我回答你是可以的。好，子琪，你念念看你手写的来。猪杂做咕噜动都吉浪，这个猪杂做，我是看主语一乐园的。叫爬吗？爬坡的爬吗？对，就是爬上去的意思。爬上去叫猪杂做哦。我是看马兰。主语的有查那个爬的单字，有出现这一个。可是我们主家族的爬是爬坡的爬。它是属于爬坡的爬。马祖家族是爬坡，马里克勒是下坡。马祖家族是爬坡，所以是叫爬坡的吧？爬属于人的行为是吗？就是爬上坡，我们叫马祖家族。好，谢谢老师。马里格伦讲，所以这个爬可能不适合在这个爬树这里。老师，他的那个是古也是爬的意思，也叫爬。对，咪古扎骨，咪古扎骨的，咪古扎骨，好。对。你说马兰的吗？你说这句话是属于马兰的爬的意思啊？好，
好 ，Imik 回答，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回答说，哦，妈妈是恒春阿美的，他在回答一节啊，妈妈恒春的人才会有那样的说法啊，很好。爬树，米盖呀盖好，什么爱都好，要花一点头脑去想，哎呀，米下课都给打，这个哈拉菲拉菲古打都给安啊，希望爱多这个地慢班，但他们给呀那啥个可能要这个花一点心思去想这个字，要花一点心思这个讲，哎，我们常常会那个那。我们就不用再说，因为这个发一点想法是那个人很不可靠。如果有人愿意写的来写写看呢，那个人很不可靠，那也就是说没有信用，也没有信用就是很不可靠。那我们用三鲁邦沙汉努米达曼汉努米达古拉，那个人很不可靠。换句话说，没有信用。好，你那个你第一单你处长的名单，你分析多少米咖喱啊？在那好几种来，你应该打过你第一单的处长的名单，我来读哈。处长说，米咖喱也等于是说米盖亚盖，也等于是米古达布，那是布吗？刚刚那个是。那个谁，萧俊宏说米古扎骨，有一个是米古扎骨，有一个是米古达布，哦，那又多一个米古扎骨的，我们还有一个嘞，米古扎骨，刚刚是米古达布，哦，那就有4种说法。那个刚刚有一个米祖嘎族，对了，那个老师的解释是我们封边是爬坡。爬坡嘛，马祖嘎族米祖嘎族哈，所以有地方部落米祖嘎族也是爬的意思，但是我们封边大概是爬坡啦，爬阶梯，米盖亚盖通常是走吊桥或是走那个桥，有的部落就是米盖亚盖就是爬树，对，对了。所以我们那里是爬，就是米盖亚盖，那个桥我们叫吊桥，追啊，我们不吊桥，追啊。好，那这个我现在这个那个人很不可靠，处长你可以写一下吗？我们给他们看看怎么表达这个那个人这个不简单哦，那要当作业好了，当作业，下次一起来写哈。那个人很不可靠，要怎么表达？隔下周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来说说看，写看。那个人很不可靠，好，卡照已经最后一个字来，阿瓦埃杜古米巴索阿林南努拉阿当刀，阿瓦埃都没有了，古。米巴索阿里南值得相信，努拉阿当到那个人哦，那个人没有一件事情让人家相信了，那个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人家相信啊！你是这样用白话这样说哦，对不对？卡昭？对，那个人没有一件事情让人家相信，也就是说那个人很不可靠了，他讲什么没有用了哦。好了，也可以了，也可以哈，也可以。没有一件，因为他常常说那种话，所以他讲的话已经没有可以信用了。好，没有写没关系，我们下次的时候，我们以这一题成为我们第一个题目来练习。那个人很不可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好，我们今天晚上的练习，谢谢大家一起在这里一起研究，一起练习，来把自己的语言能够自己学会。也趁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把你的想法，或许有写的不是很完整，
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来彼此来练习，有一个空间，大家互相勉励。好，希望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有课程，如果你都有空，你都可以参加都欢迎参加这样的一个线上语言潮。好，我们hari ini anda daya kupinana numita hao mi arai ka kopi pikapot namo anini amikapot nimili nanam tu suan numita hai marai rai ku suan numita sa at hati ini ta mi pahan tu kita masasa tu kita Alright，星星，来，星星，来，星星，来，星星。Ay, sanga ay hatu ko futi, sanga ay hatu ko lemet anini atatayaan. Hao, arayom. 再讲爱。